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讲牡丹说牡丹，牡丹毋是今日才出名，过去有史以来，无论讲唐朝、宋朝时代，甚至讲日本的东京、江户时代，牡丹拢真出名。啊，国情今日要招你来听一首汉诗，这是咱台湾民族最出名的诗人林献堂先生所写的《情何远来想牡丹花》。咱同齐来听，内底7言律诗的字句，林献堂安怎样写？见面头前4句，林献堂讲：五月宴宾感伤来，春风风子共徘徊。洛阳美色今何处？江湖有主正盛开。林献堂先生见面头前4句的诗句，伊讲：我牡丹花也是招募真侪贵宾、真侪宾客来遮欣赏。伫春风中间，红色、紫色的牡丹花摇来摇去。过去伫咧洛阳，咱无熟悉，如今牡丹花变做什么款的样相、什么款的打扮？因为英过，人讲牡丹花是洛阳的名花。唐朝的诗人刘禹锡，伊就写讲：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经。唐朝的地经所讲洛阳的牡丹花真正水。过来第4句，林献堂写讲：江湖有主正盛开。江湖就是日本东京的旧名，因为江户时代牡丹花原来真侪人咧拥护。啊，林献堂本身咱拢真知影，伊是主张恢复力对抗日本一个出名的代表。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时阵，林献堂就担当总理。过2年，台湾民报创办，林献堂也是做社长。是讲来到228事件，林献堂捌用性命担保来暗寤当时咧做省政府财政厅长的严家淦的安全。不过伊眼来看讲国民政府来到遮，种种的腐败，造成228的变故。林献堂心内对祖国的中国渐渐失望，撇走去到日本，一生无爱阁倒转来到台湾。甚至英国伊嘛捌写过诗句，讲异国江山堪小子，故国花草犹随莲。因为伊唔敢阁再倒转来。啊，虽然咧表示牡丹的水，不过后壁4句意思完全无相共哦。林献堂过来，伊4句写讲：万户风流起玉柳，敢看富贵俏含媚。托金得地无言手，免被喷庭铁气吹。原来林献堂前半句伫咧学了牡丹水，不过下半首的诗，伊讲牡丹讲家己水，讲家己风流，气压柳树，讲家己富贵俏含媚。不过加在是寄托伫台湾的，若无伊会免被喷庭铁气吹，就是因为洛阳。当迄当阵，伊写这首诗的时阵，拢已经互日本军人吞打了。牡丹是开店台湾，笑笑店台湾，来遮无言手，毋免阁比评水歹了。这款诗人的心声，这款诗句的变化，相信讲甲一般人所描写的牡丹的诗，原来大不相同。